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3.7亿余元，执行法院为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7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417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和中本案件信息。这个融创现在已经开始搞这个债转股了。它是在2年前吧，那个债务重组就已经完成了，但是2年以后它还搞这个叫债转股，说明这个它就没有钱还那些债权人，美元债的债权人没有钱兑付。国内呢，你看有这么多债权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也是没有办法兑付。这个房地产低迷楼市低迷导致很多这个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人员也是非常惨自从恒大暴雷以来这个各大这个设计院纷纷倒闭的倒闭，关门的关门，裁员的裁员，因为他没活了。4月18号晚上流传有网友爆料说上海某龙头设计院员工领低保，这是上海龙头设计院员工领低保，你说惨到什么程度？一个网名叫吃货的大冒险披露他说上海某龙头设计院员工领低保，说看到上海某龙头设计院部分员工的工资已经降低到了2690元，这样的工资不知道是领导故意的，还是该设计院真到了如此窘境。说当然该设计院人数众多，每个院所的薪资不同，但这个截图确实说明有员工拿到了这可怜的工资。还有其他的网友证实说这就是到手工资2690元。还有网友感慨说如今的建筑设计行业待岗已经屡见不鲜，大家也都习惯了。稍微有点差别的是，有的设计院待岗期间1分不发，有的发当地最低工资，为的是待岗满1年后进行裁员，降低补偿。然后下面还有跟帖的说他是浙江某设计院，这个浙江某设计院没业务，大家都待岗。说浙江这家设计院算不错了，待岗期间还能每月发4000块的工资，扣完社保估计还能有个2000多块，在待岗的众多设计院里算是一股清流。说能发这么多，肯定单位还是有一些现金储备的，不然也不会给中高层领导继续发每月3000块的交通补贴。所以说类似设计院的待岗事件以及这个降薪或者发最低工资的这种事情这个随着恒大暴雷以来这是屡见不鲜这个并不奇怪。虽然这个春天已经来了，但是建筑行业的这个寒风依然是刺骨哪怕是地处上海、杭州、厦门这样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也挡不住建筑行业的低迷。有人发现最近各大城市超高层建筑由这个停工状态，也就是烂尾状态，全面重启复活。这个说明什么现象呢？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停工多年烂尾楼逆袭，超高层地标集体复活。4月17号，一张新发出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显示，已开工18年仍未建成的中国结构第一高楼重启复工在即。4月21日，工程停滞多年的中国西南第一高楼也正式启动复工，项目直接进入最复杂、施工难度最艰巨的阶段。中国是全世界摩天大楼最多的国家，全球前10大超高层建筑中，超过一半的项目都位于中国。然而近年来，随着摩天大楼热的退烧，房地产周期下行，开发商资金面紧张，不少超高层项目建设陷入停滞。近期说一批摩天大楼纷纷迎来关键节点，好消息频出，有些项目宣布重启工程，有些项目则宣布交付在即，即将开启全球招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而坐落在城市核心区域的超高层，作为重要的城市存量资产，正迎来新的机遇。说业内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
超高层低标项目的复工，标志着房地产市场信心得到修复，风险化解取得突破，表明政府和企业在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方面的决心，有助于增强购房者、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中国结构第一高楼的天津117大厦复工在即，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啊。而这个成都叫蜀峰468项目也是重启4月21日，绿地集团正式宣布，成都绿地蜀峰468超高层项目全面重启，预计2027年上半年可达到竣工交付条件。还有什么西南第一高楼，还有很多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就为什么各大城市的这个曾经烂尾的项目、停工项目，这个超高层现在突然又死灰复燃，这个真的像文章所说是房地产的信心恢复吗？有专家说由于体量巨大，超高层项目的重启如入市，仍面临许多未知考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核心城市的超高层建筑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超高层建筑面临建设成本高、运营难度大等问题。在商办空置率较高的城市，超高层项目将面临建成后的出租压力，几十万平米投放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专家表示开发商在盘活项目后具备退出机会。目前很多金融机构、投行、保险等还是关注这种城市核心地段资产，关键需要将资产的债务问题处理干净。专家判断，接下来可能会经历货币宽松周期，未来3到5年经济总体来说将是一个平稳的上行周期。写字楼的租售只要运营得当，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与空间。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已经停工甚至烂尾的超高层，为什么现在都死灰复燃？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化债这个神奇的力量。大家想象一下所谓的化债，总之地方政府手上他就有笔钱，或者就是他腾挪空间就大了，腾挪的空间一大，那就面临着这个钱怎么分的问题，就这个钱怎么样按部就班的继续流入婆罗门的口袋，不就这么简单吗？现在各个地方中央已经要求你不能新建，有大基建大工程全部给你叫停了，因为都知道那个没有收益，什么往菜地里面修地铁，如果这些项目都停了，那手上也有钱化债，那这钱往哪儿用呢？所以你想想这个曾经已经批复的项目已经烂尾的项目，正好成了一个突破口。你不要看它怎么运作的，什么债务重组、破产重整，它背后都是拿钱来解决，没有钱对吧？你靠法院破产重整它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看这些超高建筑它又死灰复燃，继续盖，继续变成唐僧肉，相关人等婆罗门继续在里面分一杯羹，要不然那么多化债资金怎么分呢？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有钱了，但是这些钱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你自己再批个老干部疗养中心对吧？你在广场上搞那个反生术不行这些明令禁止。那我这个烂尾的楼我总不能把它炸掉吧？盖了一半对吧？有碍这个城市的这个形象，这楼一般的都是在核心地段呢，又不能拆，又不能炸，又不能就放在这儿不管。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合理合法的又要拿钱来把它盖起来？地方政府只要一有钱，他还去搞这些地标性建筑。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跟那个在往大山里面修那个宏伟工程是一样的。这些超高层建筑你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把它盖好了，你的运营还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就这些超高层建筑它一般的里面就这么几种：酒店、写字楼，恐怕还有一点公寓。一般的是酒店占据主要的那个楼层，然后这个写字楼对吧占一大半。无论它是写字楼还是酒店，大家都知道5星级酒店现在都卖不掉这些超高层建筑里面引进的酒店管理公司肯定是5星级的。现在5星级酒店都住不满，咱们以前节目都介绍过了，5星级酒店现在效益非常差拍卖不掉。写字楼呢？写字楼空置率那么高，以天津为例天津你搞个那么大的超高层建筑，那个写字楼谁租呢？租金那么高，像这种超高层的租金不会便宜。本来这个天津就没有什么企业，文章也说了各种金融机构喜欢这种超高层建筑，比如保险公司银行问题是你看现在的面临什么局面银行现在这个盈利的压力越来越大，银行的那些总部还能租得起这么贵的写字楼吗？对吧？他租这个写字楼他是总部办公嘛，他肯定不是对外营业。所以说这种超高层就是把它建完之后你招租那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管你能租得满租不满，你空置率多少，你这个大楼要维护要运营那个每年的成本多少。但是地方政府不考虑这些
把房子盖好，大家分钱，以后运营还可以分钱，亏钱是亏大头的，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说你看啊，这就是怪现象，经济越不行，这些烂尾的这个超高层反而复活，叫死而不僵啊。我们再看几个这个买房子的遇到的麻烦啊，或者叫案例，有业主啊叫全款买房过户，却发现房子被抵押，这个是广东台触电新闻报道说啊，4月就已经抵押，我们8月份买的房，去年8月初，深圳的谢小姐陪丈夫在南山区真林天汇大厦群楼一次性全款2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44平米的公寓，卖方为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从合同来看，这是一宗二手房交易，而根据合同约定，卖方应在收到全款后10个工作日进行过户，但时至今日过户仍遥遥无期。对此，谢小姐丈夫已经起诉南山法院，一审判决粤湾公司返还购房款207万，并支付违约金10万余元。据消费者自行统计，目前有类似遭遇共有7户家庭陷入过户难、退款难的困境，涉及金额近1000万。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肖先生拒绝采访，说如果记者离开就可以和消费者沟通。等待约半小时，谢小姐表示肖先生承诺在本周五给解决方案。大家看视频啊。还是和房子有关的话题。近期呢，我们接到了多名深圳的街坊爆料，说他们花了几百万全款购房，如今呢，合同约定的过户时间早就过了，但他们却发现自己买的房子早就被抵押了。一些购房者陷入了过户难、退款难的困境，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其实我是真的很难想象，在深圳会发生这种如此恶劣的性质的事情存在的。等了10个月，也不退款，也不过户，投诉无门。我们现在是。去年8月初，深圳的谢小姐陪丈夫在南山区真林天汇大厦群楼一次性全款20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约44平方米的公寓，卖方为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从合同来看，这是一宗二手房交易。而根据合同约定，卖方应在收到全款后10个工作日进行过户，但时至今日，过户仍是遥遥无期，还是没有拿到房子的负责人，然后交销金，让我们再等等。他说这个房子他也并没有在粤湾名下，他已经抵押出去了。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所购房地产没有设定抵押，卖方也就是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对该房地产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对此，谢小姐丈夫已经起诉南山法院，一审判决粤湾公司返还购房款207万，并支付违约金10万余元。我们是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但是强制执行也没有用，因为他账户上没有钱。而且现在呢，房子是不在粤湾公司下的，但我们的钱是打给粤湾公司了，博丰公司了。然后博丰公司呢，又把它给抵押给了上海浦发银行。去年的4月份就已经抵押了，然后我们是8月份买的房，相当于他卖给我们之前就把房子抵押了，但是合同上写的是没有抵押的呀，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同样遭遇的还有64岁的周女士，她家是在去年2月全款360多万从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手上买下了一套真林天汇大厦群楼的6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时至今日也是因为产权问题无法过户。双方合同同样约定，相关房地产没有设定抵押，粤湾公司享有完全的处分权。我们就到深圳市不动产中心去查，我们才查到这个房子已经在我们买房之前，就是2月初他就已经抵押给了个人，房产呢是在瑞珍咨询公司名下，但是瑞珍公司也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了另外一个个人，一个私人，所以这个房子非常复杂，那不给我们过户，钱也不退给我们，反正1年零2个多月了。据消费者自行统计，目前有类似遭遇的共有7户家庭，涉及金额近1000万。记者在真林天汇大厦现场采访过程中，一位曾经对接谢女士、周女士的黑衣男子突然出现了。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业主我可以对接您刚刚不是说可以跟业主沟通吗？不要在这唧唧歪歪活。判什么歪？你判什么？我拿他钱了吗？我拿他钱了吗？你再说来，曾经任职是曾经任职，我有没有给你办手续嘛？那你现在我有没有给你办手续嘛？不要说了，不要一直怼着我，交警也是有录视频。我想问一下，那您今天是过来做什么的？我过来玩啊，这公园啊，我不能玩吗？随后，记者与消费者在真林天汇大厦一间办公室找到了深圳市粤湾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肖先生。对方表示，如果记者离开，就可以和消费者沟通。
等待约半小时，谢小姐表示，肖先生承诺在本周五给出解决方案。这可是在深圳啊，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全款买房。我不是说全款买房不好啊，但是在这种案例里面，全款买房反而害了这个业主。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你要是贷款的话，那他这个房子，因为这个受害人都是8月份买的房，实际上这个房子4月份就已经抵押出去了。那么你8月份买房，如果你是按揭贷款的话，你在银行那儿过不去，银行他要调查，对吧？他要这房子的这些手续。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银行能办得下按揭贷款，那说明这个房子应该他的手续没问题啊。正因为是全款，业主他不知道，他也没这个手段说我去查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他也意识不到。而很多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很多骗子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对吧？让你全款付优惠，全款付，想着钱也不用打到那个什么监管账户，直接就给他就完了。合同一签就变成民事纠纷，反正过不了户那就是民事纠纷嘛，也不能算诈骗，你只能到法院起诉，法院判你赢了，那这个公司没钱退给你，那你也没招。所以你就是官司打赢也会遇到退款难。这个就是房地产行业里面常见的叫一女二嫁或者一女多嫁。明明这房子抵押给银行了，开发商已经把钱拿走花掉了，然后他又把这房子以各种理由卖给业主这种骗局屡见不鲜。所以买房还得小心啊。同样是广州这个广州日报报道说这个一栋楼里面7楼8楼的住户闹矛盾，结果9楼的住户躺枪，躺什么枪呢？被震楼器震了3年的楼。这是广州日报报道说7楼住户疑似安装了震楼器报复8楼，一阵阵规律性震动的噪声持续了2-3年，9楼住户苦不堪言。这个广州日报报道说，近日黄浦区下岗街道保税区某小区一位9楼业主支先生向记者反映，因他楼下住户之间存在纠纷，就是7楼和8楼的住户两人闹矛盾他住9楼，然后7楼住户疑似安装了震楼器报复8楼，一阵阵规律性的震动的噪声持续了2-3年，也影响到支先生正常生活。尽管他多次寻求帮助，但因各方无法强制进入7楼住户家取证，该问题始终未解决。根据这个支先生介绍说2-3年前7楼一位住户因与楼上长期矛盾而搬离小区，随后的夜晚他不时感觉到楼下传来规律性的低频震动声，原本是楼下邻居间的矛盾，却间接影响到他和家人。支先生多方排查后锁定了7楼那位已经搬走的住户。支先生怀疑7楼住户是在家中安装了震楼器，远程遥控报复楼上邻居。他先后多次寻求物业、社区、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帮忙，各方也积极联系7楼住户进行协商，但对方不愿全面配合。由于没有实质性证据，各方都表示无权强行进入7楼住户家中，而受噪音影响，8楼只剩下业主在住，其家人得以搬离。你看看多大的仇恨呢？这个就叫不计代价进行报复。也不知道7楼和8楼之间什么矛盾，先不管。那7楼他为了报复，他人搬走了，也就是说他7楼这个房子是空着的，然后装了个震楼器遥控。当然这是推测那8楼呢？8楼也不服输既然你震楼震得我睡不好，没法休息，他就留了一个人在那看着，业主打阵地战，打持久战，给你耗到底。其他的家人搬走了，换个地方住。你说就为个什么事情赌气赌成这样？结果9楼的人受不了9楼的人招谁惹谁了呢？记者随后在网络平台上搜索震楼器，相关商家称该产品支持远程遥控。支先生表示，去年11月民警到7楼住户所在的公司拜访后，楼下的不明声响暂停了几个月，但今年3月底至今又开始发出噪声。目前他和妻子已经在找房子考虑搬走了。记者近日与该小区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支先生楼下8楼住户家测得的不明声响刚过40分贝，而支先生家听到的不明声响大部分时间不超过40分贝。目前居委会正继续排查声音源头，并积极调节7楼和8楼住户间的矛盾。你看他控制的挺好，40分贝，对吧？这个噪音你说大吧它也不大，不大吧它也能传到这个9楼，对9楼也形成影响。为什么控制在40音贝呢？分贝呢？说不高于40分贝的声音是否构成噪声？广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法
法律对噪声的规定为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即使低于排放标准，但达到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即可定义为噪声，该行为依然违法。还有律师表示是根据民法典相关于相邻权的规定，如果使用震楼器长期故意制造噪声，妨碍邻居等相邻方的合法权益，相邻方有权起诉，要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赔偿损失等。维权一定要注意证据收集与固定，做好噪声记录与时间关联性证明材料。这些其实都没用啊，你摊上这样的邻居只能说是倒霉。实际上最好的办法是7楼和8楼的用户他们和解，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和解不了，对吧？互相赌气一个比一个横，再加上物业、社区还有这个相关部门，他的调解能力有限，约束力也有限，导致他们的积怨矛盾越来越深，不可调和。你看看这个7楼、8楼，他们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对吧？直接就搬走，我这房子空着，我也不出租，我在里面装个震楼器，就定下了让你8楼的人睡不了。8楼人也厉害，硬气我就是不服软，对吧？我家人都搬走，我一个人在这给你耗，你说多大的仇恨呢？我在想这是恐怕就是8楼的人他也不注意就经常在上面搞得动静比较大，楼下人很生气，对吧？楼下人跑上去跟他交涉，恐怕也解决不了，找物业找警察，最后效果都不好。一怒之下买个震楼器，说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大概就这么一个来龙去脉吧。要不然7楼的人怎么会对8楼有意见呢？7楼对8楼有意见，一般的就是8楼动静大嘛，小孩跑来跑去或者是什么，对吧？老挪桌子嘎啦嘎啦响甚至有是不是这个漏水所以说韭菜买房真的不容易你即便这个小区选得好，你这房型也选得好，你这开发商选了个有良心的开发商，没跑路，对吧？一个又一个的坑避过了，结果你邻居没选好，对吧？你摊上这么一个邻居，那也是倒了8辈子霉有什么办法？你按照律师说的其实都没用，对吧？你跑到法院起诉他有什么用起诉3年官司打下来，法院执行还难呢。这么邻里之间很多鸡飞狗跳的事情，这法官也很难判。实际上像这样的问题很多网友都遇到过，也是没办法。这里面也只能是叫冤家宜解不宜结。有的时候你服软，对吧？你姿态放低一点也是没办法。这样你感觉好像你怂了，但实际上你省了很多事。别人一看你怂了，不想跟你一般见识，说不定这事就化解了。如果你真的是针尖对麦芒，对吧？我有理，那理站在我这边，我凭什么让步？我就得跟你干，对吧？得理不饶人，结果呢，那就是大家怨气越来越大。如果你遇到一个这个比较倔的，他的见识就那么多，他也觉得他有理，他就跟你干上了，那就两败俱伤。你不要指望着法院能帮你解决，也不要指望着警察能解决，他解决不了，就最后就两败俱伤，而且还有可能祸及无辜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7楼8楼对着干，9楼的人倒霉。我想不光是9楼的人，实际上他旁边的邻居也有噪音，恐怕也就忍了。但是我说这个关键点当然跟这个当事人有关系当事人的处理水平和认知水平和这个智慧有关系但是更多的还是跟这个街道跟主管部门关系更大，就是他的这个调解能力，他这个化解邻里矛盾的这种手段和能力参差不齐。不要指望着物业，物业他没权利，物业是服务的，物业他没有管理能力所以你指着物业解决，物业解决不了，物业顶多是起到一个通个气去沟通一下，斡旋一下。所以这个权利在哪儿呢？在街道，在地方的派出所，他们的化解矛盾的能力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大家的居住环境。所以这么一看的话，这韭菜买个房真不容易。如果你要是租的话不要紧，这房子是你租的，那大不了我换个地方，对吧？惹不起我躲得起。但如果你买的呢，那就麻烦了。你说我把它卖掉，换个地方，这现在房子挂出去卖不掉。大家还记得吧？那个江西的有一个叫李什么的一个女的，也是去年吧闹得非常火反正当然了，她这前后好几年闹得特别火，不是精神有障碍嘛，有精神病嘛。但是她拍的自媒体短视频看着非常正常。我记得中间有个情节，就是她就住在那个楼里面，楼上楼下她那个单元里面人全搬走了，因为就受不了她。你说有什么办法？你要赶上这么个邻居，你只能是自认倒霉你维权都没法维。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